都係分享我本行嘅嘢啦。最主要就係粵劇，另外一個咧就係南音。南音係我哋廣東説唱嘅好特色嘅嘢嚟嘅。其實南音嘅源流啊，同埋南音佢個曲式同埋佢嘅兄弟姊妹嘅曲式係一組嘢嚟嘅。其中有木魚歌啦，有龍舟歌啦，又叫做板眼啦。咁其實咧呢四樣説唱咧喺廣東都非常流行嘅。嗱，我希望咧就藉住書本啦，就可以將粵劇推廣啦。另外咧，我都要吸收嘅，因為今次嘅南國書香咧，我相信嚟到參加嘅人係唔少，咁亦都咧好多有識之士。咁我好希望咧，不管係戲曲嘅範疇裏邊，同埋另外嘅藝術界別，我都希望咧能夠聯絡到。